台湾的交通问题严重，互人讲是行路的地狱。一档大约3000人车祸死亡，其中行路的就400个人。今嘛民间团体按算8月20日要发起游行，去立法院门口表达诉求，希望政府会当优先来保障行路的安全甲权益。我的行人道越道的停止端居然是机车的停车位。假设从那边过来的汽车开得很快，请问一下路上有没有提醒汽车要减速的标志？所以这一个路口，万一未来有发生车祸的话，其实是我们的政府在我们的设置这些这些道路的标示，甚至这些人行道的时候，它是有问题的。民间团体行人零死亡推动联名，按算8月20日要上凯道游行，看党派提倡行路的权益，呼吁中央甲地方政府爱调整交通政策的方向，落实行路优先，改善交通的问题。